好頭痛，打得多啊，所以個頭成日都痛。受虐因用自白，女僱主好恐怖啊！即係咧，僱主經常打佢個頭，用啲梳把地拖頭啦，吸塵機嗰支棍係。懷疑受虐嘅印傭身上20幾處傷痕仲未消退，已經留醫中爪哇醫院1個星期嘅佢就憶述，舊年5月13號獲派去將軍澳一個姓羅嘅女僱主屋企打工，第一日已經被毒打，又形容僱主好恐怖。有時佢做喺瞌眼瞓，咁僱主就一錘咁嚟佢隻眼咧，你見到啊？佢啲耳血喺度咧，喺佢僱主咁樣一錘打佢嘅。當時我哋覺得咧，掉住流血咪，佢見到啲嘢咧係兩個。佢就話僱主幾乎日日打佢，覺得自己做乜都錯。有一次打到佢左耳流血，滴濕咗地板，僱主就話唔好整污糟，即刻抹乾佢。佢話咧，佢僱主試過用個吸塵機嗰條喉咧塞落個把口度，好小事啦。佢仲話喺僱主屋企每日工作21個鐘，只係準晏晝瞓3個鐘，唔俾同人聯絡，唔準出街。8個月以嚟冇出過糧同冇放過假。佢喺做咗1個月，即係5個禮拜嗰陣時咧，曾經試過走去樓下嗰個石 Q 嗰度咧借個電話，打電話去僱傭公司，即係求助嗰間。個僱傭公司咧同佢講定啲先啦，即係咯，即係俾啲耐性啦。點知後嚟俾僱主發現，再虐打佢、恐嚇佢報警嘅話，就殺死佢印尼嘅家人。直至上星期四，僱主見佢喪失工作能力，就送佢去機場，但因為擔心家人安危而啞忍。唔好意思啊，爸爸媽媽，我做唔到啲咩，我而家仲更加俾到負擔嚟啊！